走的少女梦。这个 ID 还真是又自恋又自大。Marry me。啊？对不起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居然有人比我还自恋。我说的是 Marry me 婚纱。啊？怎么了？这个人他要买 Marry me 的婚纱。Marry me 就是那个100万级别的定制婚纱，按照佣金10%来算的话，我们能赚10几万呢。哦，接呀，快接呀！哎呀，还接呢？你知道他为什么卖那么贵吗？因为他的设计师 Alex 一年只做12件，根本就买不到。这不是因为那个 Alex 没遇见你吗？糖衣炮弹。其实我能搞定 Alex， 我也见不到他呀。巧了 ，Alex 呢就在这儿，而且他明天晚上要在这儿举办一场 party， 我能搞到邀请函。要不你试试？先拍10%的定金，货到付全款。来看这里。不好意思啊。先生这边。完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回去取肯定来不及了。不行，我得找个人跟进去。就他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邀请函都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领结有些歪，不好意思。邀请函看一下，谢谢。好的，请进。我跟他一起的。对不起啊。你上次发布会上的作品，我非常欣赏，尤其是那个最后一件，我很喜欢。Alex 先生，你好。你好。你的衣服很漂亮，是哪位设计师的作品？谢谢夸奖，这个衣服是我自己设计的。那我们是同行啊。算不上，算不上。我现在只是一个新人设计师，我叫顾西西。您好，小姐，请出示一下您的邀请函。出了什么事了吗？不好意思，艾利克斯先生，有人向我们举报，您面前这位小姐的邀请函可能出了点问题。我猜你现在需要我的帮忙。原来是你啊！还不算太笨。原来你早就发现我利用你混进 party 了，但是你没有揭穿我，现在还坐在这，说明你也有事需要我帮助，对不对？我需要一个得到 Alex 赏识的人，做我的女伴。仅此而已。你刚才在 Alex 面前赢得了这个机会。真无耻！准备答应我了吗？等等，管住我！你要干嘛？你还缺一样东西。
你不用知道。Alex 先生，原来顾小姐是尹先生的女伴，难怪顾小姐不方便当着大家说。顾小姐，你怎么会有这个项链？这是我送给她的。这个项链有什么故事吗？我的妻子是一个珠宝设计师，这个项链是为了我们结婚纪念日而设计的。她去世之后，我就按照她的遗愿，将她的作品拍卖。我没想到这个项链会机缘巧合的到顾小姐这里。我希望顾小姐带着这个项链，能穿上我新设计的新品，跟我一起上台，也算是对我亡妻的一种致敬。Alex 先生，我们当然十分愿意把项链借给你，但是上舞台这种事情，我觉得还是请专业的模特来做比较好。Alex 先生，非常抱歉辜负您的赏识。西西的身体不太舒服，我先让司机送她回去。郭小姐，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。舞会结束了，再不走，你的南瓜马车就要限行了。你这是过河拆桥！你好，今天你好，很有幸碰到了一位很有趣的女士。我项链好像丢了。项链丢了。Alex 先生，这位女士的项链丢了。不好意思，打扰大家一下。这位女士刚才在洗手间的时候，不慎将一串项链遗失了。如果有谁捡到的话，请交到她的手上。说不定有好心人帮我捡起来了呢。西西，你刚才上厕所太着急，放在我这儿忘了。那我真的是记性不太好。请你跳支舞吧。我要走了，我再不走呢，我的南瓜车就要跑了。既然都回来了，把烂摊子收拾完了再走。